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咱伫禮拜中間要做新任的長執甲同工的就任，咱將要組成新的團隊。佇遮牧師代表教會，感謝卸任的這個同工過去的辛勞，因多數服侍真久的時間，甚至攏超過30冬。咱通講，因是用因的青春獻予雙年，唔簡單出力，閣愛奉獻家己的溫書，甚至愛出錢。有的同工認真到，互人認為，互人懷疑講伊有領薪水。其實，咱知影，所有咱的同工攏是義務職，大家攏是心甘情願、盡力的服侍，願上帝會當親自紀念因所做。今日牧師要用一個題目，這題目也就是咱今年的主題，叫做承先啟後，廣傳福音。甲大家做伙分享，咱今年要行的方向。透過上帝的話來激勵咱，要領受上帝的話，進前咱同心來祈禱。親愛的主，阮感謝你的恩典，感謝你時常透過你的話，成做阮生命的幫站。親愛的主，阮懇求你即時幫助阮，安靜阮的心，互阮領受你的話，無任何阻擋。阮安尼祈禱，奉靠主耶穌聖主的名，阿門。咱大家攏捌看過這個大隊接力的這個運動比賽，咱佇國小、國中，常常一班愛經15個到20個來參加學校的運動會內底的大隊接力。大隊接力咱就知，毋是一個人完成，是一群人靠着接力來一個接一個愛來完成當然佇正式的比賽中間，咱嘛會當看到有接力賽有400公尺，有1600公尺的不管安怎，攏是一群運動員做伙合作，才當得到成果。所以咱知影大隊接力要贏的秘訣除了個人的能力就是講你前後走以外，也要靠隊員甲隊員中間互相的配合，特別佇這個交甲接的過程中間，都是輸贏的關鍵。我捌看過一個影片。有迄細漢囡仔、幼稚園的囡仔咧算大隊接力，有誒真認真走，走過頭去，迄個要接的佇後壁面，無接到迄個棒子，伊家己嘛戇戇徛佇遐，毋知要安怎有誒是走到迄個要接的所在，迄個人已經走無去啊，毋知要接互啥物人。咱會當想象迄個畫面一定真趣味但是現實的教會生活中間，檢測嘛會發生相款的問題。咱來理解信仰的生活、傳福音的使命，嘛是一場接力賽。一代人完成屬於家己的使命了，交予後一代人去承接。所以，這代人咧走的過程中間，伊走到伊知影路尾佇要到啊，佇要交接啊，因會思考一個重要的問題：下一棒我要交予啥物人？交了後，新的一代敢會當承接前輩辛苦經營的時間，繼續延續落去。當然，另外一方面，新的一代。伊嘛愛適時學習
承擔責任，互教會當永續來經營。今日咱要就任的新的中級同工，毋知恁即個時陣的時刻，恁即個時刻，恁的心情安怎？我記得我對上伊畢業，要開始一個新的階段的服侍，我被派到學生中心去，我心內有兩種心情咧交戰。第一種心情是，我真興奮、真歡喜，因為要開始另外一個階段的服侍，我通盡力將我過去佇新學院所學習的來付出，來繼續這個事工。另外一方面，我嘛真驚嚇，因為過去佇這個機構內底的這個前輩，攏真認真致意咧服侍，出有真好的成果。我到底敢有能力會當擔任這款的職責？所以一方面真歡喜，一方面嘛真驚嚇。所以我相信今日要就任的新任的中級同工，恁一定心內一方面真興奮、真歡喜，另外一方面你嘛搖搖喘、驚嚇，煩惱家己袂當勝任上帝所交代的工作。大家一定會記這一段經文，就是約書亞記第一章。當摩西將帶領以色列人的責任交予約書亞的時陣，約書亞要帶領以色列人通過約旦河進入迦南地的時陣，這時陣上帝對約書亞講話。大家一定會記得迄段話的重點。迄段話內底，上帝對約書亞講：你要堅強，你要勇敢。那和合本的聖經講：你要剛強壯大。我已經甲你指定。上帝唔倆講一概念，你要去詳細去看迄段經文。上帝攏總講3遍。當然，講3遍就是講非常重要。另外，我相信上帝嘛知影，約書亞迄個時陣的心情是充滿驚嚇，所以上帝鼓勵伊愛勇敢、愛堅強，因為伊要承接的是摩西的工作。摩西對迄代人來看，是一個真偉大的人物。會當直接甲上帝溝通，而且伊佇埃及的皇宮訓練40天，佇曠野訓練40天，然後帶領以色列人佇曠野佇遐40天。所以伊一生就是為着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做準備的。你要承擔這個偉大人物後壁的工作，這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氣，當時嘛是一個真困難的工作，所以這就是先去後的工作。在交接的過程中間，如果若承接了無順，甚至若斷去，對着這個機構、對着這個教會，會造成真大的問題。咱先來看今仔日的經文，咱看到今仔日第一段的經文。伊安尼講，伊講約書亞在世的時陣，以色列百姓攏侍奉上主。伊死了後，遐親目睭看見上帝，為以色列人所做一切奇事的長老，抑閣佇的時陣，以色列百姓依然侍奉上帝。結果這群人受主恩召，約書亞死，這群長老嘛。受主恩召了，後一代的人卻毋知影上主甲伊為以色列百姓所做一切事。
咱看見到這種的情形發生佇因的中間，前一代人受主恩召離開因，下一代人竟然袂記起上帝。結果你若繼續看，咱今日讀到第10節吼，你若等於看11節開始，伊安怎寫？伊講伯示的軍隊迦南地人去敬拜別的神明，這就是無將信仰傳落來的結果。這種的情形所造成的結局，就是伯示沉淪佇罪中間。咱看見到這段經文分做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忠心的一代，因為伊捌親目睭見證上帝的作為。聖經中間講，約書亞在世，才長老親目睭見證上帝的奇事的長老，也在世的時陣，百姓攏侍奉上帝。好，迄一代人為什麼會當忠心侍奉上帝？關鍵在佇因所明白的上帝，毋是聽來，是親身親目睭看到，親身體驗到。約書亞帶因進入迦南地，上帝奇事、神蹟奇事佇因的眼前，互因看到。因親目睭看見到，當伊要過約旦河的時陣，上帝安怎將這約旦河的河水分開？互因行過約旦河，進入迦南地。因親目睭看見，遐爾困難攻破的耶利哥城，佇上帝的幫助下面，耶利哥城倒去。因親目睭看見，上帝幫助因佇迦南地中間，甲遐外族人征戰來得勝。所以，因親身體驗、感受到這個各真各活的上帝，所以因帶領因的下一代侍奉耶和華上帝。親愛的弟兄姊妹，信仰的根基，除了研究聖經、常常祈禱以外，往往需要建立的親身體驗。親身看見，當咱經歷上帝的拯救、供應、醫治、甲引出的時陣，咱自然相信講，有一個各真各活的上帝佇咱的身軀邊，咱會專心相信伊，而且侍奉伊。咱的上帝毋是聽來，是咱親身經歷的。所以要安怎親身經歷上帝？咱會當親目睭看見到，將一輩人安怎去服侍上帝？咱會當常常親近上帝，專心倚靠伊，毋是干那聽爾，是體驗到各真各活的上帝。咱會當叫做忠心的一代。然後第二段，平靜的危機。當約書亞死去，這長老嘛一個一個受主恩召。迄一代會當見證上帝大權能的人攏離開，因留了啥？留了豐盛的產業，留了應允的地，但是嘛留了信仰的空白。信仰無留落來，只留了產業。咱來注意遮，因無拄着啥物款的大災難，也是迫害，只是正常的自然的，有人老有人死，世代的交替。一切攏真平靜，因無親像當進入迦南地時陣，需要去征戰。遐外族當然也有一寡外族來較了，但總是比過去較平靜。這種平靜的轉變，帶來上界大的危機。當一代人掠做講，下一代人會當自然繼承
產業甲信用，但是只有產業互因繼承，信用煞無繼承。所以佇遮，咱看見着一個真互咱困難想象的代志，就是以色列人佇約書亞帶因進入這迦南地的時陣，因愛甲外族爭戰，迄是真困難，逐工攏愛相戰。但是因迄個時陣無離開上帝，反倒當是平靜的時陣，爭戰結束了後，平靜的生活，互因袂記起上帝。人有外在攻擊的時陣，反倒當靠賴上帝，掠掉上帝，對上帝信靠忠誠。但是佇平靜安穩的時代，卻袂記起上帝，只想要挖靠家己。親愛的姊妹，咱敢會安尼？咱佇咱拄着困難的時陣，咱靠賴上帝，求叫上帝，親近上帝，愛上帝幫助咱。當上帝幫助咱贏過遐挑戰了，進入平靜安穩的生活的時陣，咱就漸漸來上帝講上帝，我即馬平靜安穩啦吼，我以後若拄着困難，好來找你吼，漸漸你就袂記起上帝啊。這是咱的警醒、愛警戒的所在，這是人的悲哀啊！平靜的危機，平靜的危機帶來的結果就是悲劇。聖經講，下一代人毋知影上主以及伊為以色列百姓所做一切事。這我爾啊插心啊！因竟然無明白迄個捌甲以色列人立約、行大權能的上帝，更較可怕是，因連上帝為以色列人所行的代志，因攏袂記起來，攏毋知影。上帝救贖的歷史，佇因心中誠做空白。結果，咱繼續看，整個士師記，就是一段混亂的歷史，百姓行耶和華眼中看做歹的代志，去敬拜巴力甲亞斯他錄，了上帝生氣，受到對敵欺壓，陷入罪惡的循環。親愛兄弟姊妹，今日有真濟教會，有真濟家族。就是這款的情形。咱看見到真濟教會、真濟家族，第二代甲第三代的基督徒中間，有我一個人只是形式上的基督徒，因可能有來來久久來這教會參加活動，但是卻無親身去認識上帝、體驗上帝。無經歷上帝的作為，信仰誠做一種傳統，誠做一種傳說。爸爸媽媽捌甲我講過，一種傳說，毋是活潑的關係。咱做時代、做父母的，咱若無親身示範，做好的傳承，咱要安去說服下一代？咱家族所持守的信仰是一個好的信仰，所以咱來反省，無迄個第二代，無迄個第三代的基督徒，只有第一代的基督徒，每一代攏是第一代，只有安尼才會傳承落去。咱嘛愛反省，敢是咱的信仰只是平常用嘴講，互囡仔聽着。無將信仰落實佇咱的生活中間，若是基督徒最後變做安尼，無生命、無喜樂，這款的生命表現，就是你咧做一種準備，什麼準備？就是將你上親愛的逝世趕出教會。
面對這款的情形，咱應該安怎做？就是咱今年的主題。這個主題是承先啟後，承先啟後。首先，咱一定要注意，咱用家己做示範，若無信仰袂當傳承落去。牧師不止一遍來講，咱教會的細漢囡仔，伊攏是對咱親像去學習對上帝的態度、信仰的態度。咱看拄則所記載遐爾可怕的代誌，經過2代爾，一世人就因為這前輩受主恩召離開因就袂記即上帝，就完全袂記即上帝。所以咱來警醒啊！咱即代若無好好表現，做好的示範，咱的囡仔真有可能就離開上帝。甚至追求這世間的一切的事物，袂記起敬拜真神上帝。咱佇教會是做一種款事，佇厝裡是另外一種款事，囡仔嘛分別得出來，伊的信仰就哩哩啦啦。所以，咱一方面愛承接前輩的信仰態度。所以，咱的團務委員會佇舊年，咱有一個月做一出歷史上的相連，主要是咧講起過去咱的前輩安怎佇即個所在努力打拼，互咱能親目睭看見因所做的示範。嘛，毋是單單講起上帝佇家族中間所行的恩典，咱本身這一代就愛做示範，互少年的一輩親目睭看見，而且鼓勵少年的一代也來學習服侍，親身體會，安尼才能發揮傳承的果效。其實咱教會實在是得到上帝真大的恩惠。佇我來到雙連服侍，有一寡即馬也是講即屆要退任的長執，其實攏是真認真、親身咧做示範，互其他較少年的長執，因會通知影前一輩人因安怎咧服侍。咱愛繼續安尼做，而且愛鼓勵少年的一代要來學習、親身體會，安尼才會當發揮傳承的果效。我過去咧讀大學的時陣，大家知影我是讀機械系，機械系內底有一門課程，就是工廠的實習。工廠的實習就是阮畢業了後，可能大多數的人攏會去工廠服侍，你去嘛是愛會曉使用迄個工廠內底的機器，所以有一寡基本的機型，阮攏愛會曉使用，所以愛去實習。阮去實習的時陣吼，因為學校內底都有實習的工廠，內底有藏機器，阮就每一台機器攏愛做一遍的學習，譬如講，今仔日要學習安怎用車床，大家毋知敢知影車床無？車床簡單講就是講，譬如講你一個原料要來做螺絲，愛用車床來車，我們要安怎學習？就是即個工廠內底攏有一寡老師傅，因有真豐富的經驗。伊咩啊？阮教，伊首先就是來阮教講即個機器的結構，即個機器安怎使用，講解了，伊就問我講恁聽有無？阮逐個攏講聽有，但是袂曉用，伊就講我知影恁袂曉用，所以
伊就開始示範一遍互阮看。伊就摕一個原料，安怎倒去迄個機器頂面，安怎第二個步驟要安怎做，來過要安怎做，來過要安怎做，吼，就當完成一個成品互阮看。伊安尼示範了，就問阮講：恁會曉袂？阮逐個攏講：安尼阮會曉啊。其實抑閣袂曉啦，吼。伊就講：安尼好來，某物人啊，我蔡正德來，你來頭前，吼。伊就摕一個原料互我，你做一遍互我看。摕了迄個原料嘛，無一定會曉做，拄則講的安尼慢慢回想，吼。然後迄老師傅就手換手，安尼一步一步甲我教，教到我會曉做，吼。然後伊就好獨立家去做一個產品出來，一直做到我會當完全會曉使用迄台機器。安尼，才完成這個課程。這了後，我感覺講這是一種學習的上蓋好的方式。所以我以後雖然無行機械迄條路，我去教會內底做牧師，我帶領青少年咧學習祈禱的時陣，學習讀經的時陣，就是用這種方法。比如講學習祈禱。今仔咱要為病人祈禱，我著愛講祈禱的一寡基本的要素，先講解一下。反正祈禱的基本的基礎是安怎？然後我絕對知影伊抑閣袂曉祈禱，我著愛做一遍示範。我叫一個人叫做病人，然後我著替伊祈禱，示範互因看。然後一個一個叫因來替伊祈禱。互因會當實習，有毋對，但因糾正一下。無偌久了，每一個人攏會曉替病人祈禱。所以迄個時陣，我有把握，服侍這間教會的所有的青年、青少年，你只要叫伊來替你祈禱，伊絕對會曉替你祈禱，因為伊已經學會曉啊。這才是真正的傳承。所以，咱這代愛示範，互後一代會當親目睭看到來學習。好，所以這叫做承先啟後。第二個就是廣傳福音。咱愛佇教會中間，佇咱的家庭中間。傳福音，你講家庭中間嘛愛傳福音，當然愛啊。伊是咱至親的親人，伊嘛需要福音嘛。我過去有一段時間來對台南來台北，讀迄個托福哦，準備要出國去讀冊，來補習。因為我離開老母吼，老母家己一人佇台南住吼。所以我逐工攏會拍電話轉去，台灣老母請安，看伊有好勢好勢無。有一天我拍電話轉去，我就問我媽媽講最近安怎攏一切攏順遂吼，伊講攏足順利的啦，叫我毋免煩惱吼。伊講但是我今仔日吼，今仔禮拜我去教會內底禮拜的時陣，牧師咧講解一段經文吼。我聽無啥有啦，你敢會當來說明一下？我聽着我媽媽啦安尼來講吼，我目屎攏淋落來，我控制袂了家己，我來阮媽媽講，媽媽，我5分鐘了，我拍電話互你。我電話來囥來了吼，我大聲哭5分鐘。我過去佇學生中心服侍的時陣，我常常甲這學生中心的學生讀聖經，但講解聖經的道理。我從來毋捌甲阮媽媽分享過聖經的道理。我毋知伊真正需要。當伊對我提出這款的要求的時陣，我實在有夠見笑。
伊是我上愛親的親人，我竟然忽略伊有那需要信用，所以一考了後，我就趕緊準備一下，拍電話等於我媽媽來解說迄段聖經。親愛兄弟姊妹，咱最親的親人，嘛需要咱甲伊分享信息，分享聖經。啊，當然，咱也理解，教會是一群被上帝呼召的人。這群被上帝呼召來的人，有一個真重要的責任，就是去分享上帝國的福音，互更較儕人認識上帝。所以，咱理解，教會是一個探人的機構。咱要得到人，一間教會的產業。毋是在佇講伊有累積偌濟錢銀，累積偌濟產業，是愛看伊栽培偌濟人。有偌爾濟人為着因為即間教會來得救，這是咱愛去深思的。咱的信仰所傳的福音，是一般人無法度用金錢去買到的福音。教會推動的事工的目的，就是要互人感受上帝的疼、上帝的偉大，吸引人來到上帝面前，去得到人，去得到人的靈魂。咱教會組成新的團體，屬靈團體，中集同工，就是要完成這個目的。咱來寫做一個傳福音、帶人來教會的情。然後，互因永遠活的信息，互因明白得救的方法，這是教會存在真重要的目的之一。今日新人同工就任的日子，也是一個交接的日子。新的團隊將要組成，這新的團隊不是簡單，等下要使用的遐個中集同工。是包含你甲我所有的人，咱是一個上帝的團隊。咱的目的就是要完成上帝交代咱的使命，互咱真真正正會當承接前輩的腳步，認真將福音傳出去。願上帝幫助咱，咱同心來祈禱。是為了主，阮感謝你。你警調阮來吃做你的同工，互阮有福分，運用阮的文書來延續你的性命，引帶人來求近你。求主幫助阮，會當承接前輩的腳步，廣傳福音來拯救靈魂。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